新闻一开始，先来看基隆河八堵抽水站的这水污染，民众拍开厝内水道头，讲这水顶悬拢有浮油，阁有汽油味。这水公司是建议讲，爱甲水台水先漏掉，洗好清气才阁开水。基隆市长谢国良嘛表示讲，这水公司已经违反饮用水管理条例，下晡会先开罚单。洗手是真事上的代志，毋过煞互基隆甲实际地区民众真烦恼。有民众反映，水道头流出来的水竟然闻到汽油味。台水公司11月27顺早发现基隆河河面有一寡油，随照应变停事，停止抽基隆河的水。毋过这几天来，民生用水大大受到影响。油膜感测器为故障的状态，也就是说，水公司并没有足够的仪器去发现跟侦测它这一次的油污的污染。基隆市长谢国良指出，针对这几天大规模用水无方便的情形，台水公司已经违反饮用水管理条例。市政府上紧伫8日下晡会完成第一波开发。虽然水公司已经把水源切到新山水库供水，也清净水的设备，检真侪届确认无摆味，也毋过民众要是袂当安心。它的浓度会很。就是慢慢会闻不到，但是我建议说，还是要把所有的纯水，就掺水的水塔的掺水都把它所谓的排干净，这样子才会有效果。台水建议民众先把漏水也是莫大等等的设备关好掉，尽量把旧的水先排出来，而且启动补偿措施，包括水费减3度，若准用户家己洗水塔，安尼搁再减2度。若准请人来洗，台水公司会当凭证明核销相关的费用。毋过油到底对倒来，要是无答案。截至到目前为止，是没有发现人为请到的一个这样的足迹。不过，刚刚跟台水公司讨论，他们也认为人为的因素可能还是会比较大。台水表示，这届事件除了影响基隆市、仁爱、安乐、信义、七堵、中山等区大概10.5万户，新北市实质区也有4.7万户。也那基隆的学校甲托儿所，市政府也鼓励校方暂时全面改用矿泉水，费用会由市政府尽力来负担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